互动礼仪有道歉、请求、感谢或想念等口语表达种类。这些都是向对象表达礼貌，并说明原因。客语大概会使用哪几种方式来说呢？我们来看看第一种道歉句。比如题库中的这题，阿爸本日压到10盤唔多，你會讓辦老阿爸回失禮。回答模式是对象加道歉语加改进方向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对象是阿爸，道歉语是排泄，係愛唔錯。改进方向是你唔好再個壓力，下一拜我會卡注意到。完整的句子就是阿爸排泄，係愛唔錯，你唔好再個壓力，下一拜我會卡注意到。我们再来练习一题。你今半日上课蛮多嘞，天窗運用辦老先生說明，將唔會失禮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先生，排泄，今半日清早我聽蠻太戲，所以卡蠻多。下一拜我會卡早到來上課。我们再来多练习一种回答。先生，排泄，清早出門嘅時節，我唔記得睇到書包，就真要睇，所以卡蠻多學校，下一拜唔會咁樣嘞。